世人成日掛住一句氣若禪語，酒肉穿腸過，佛祖心中留。千百年嚟，呢句說話俾好多人誤讀，亂咁用。失意嘅人攞佢放縱自己嘅慾望，投機嘅人借佢消解所有規矩，平凡人用佢自我安慰，好似只要個心向善，就可以隨便打破規條。縱容貪真，好少人知。呢句家喻戶曉嘅結語，後半句先至係最冷靜、最清醒嘅終極告誡。世人若學我，如同進魔道。兩句夾埋一齊，先至係南宋禪僧道濟，世人俗稱濟公，留低俾世間最沉重、最深刻嘅修行啟示。前半句係聖人無拘無束嘅境界，後半句係凡夫修行嘅境界線。大眾固有印象入面，濟公係佛門入面嘅異類，係唔守清規嘅癲僧。佢爛帽爛鞋，污糟僧袍冚住身，成日混喺市井，醉倒紅塵，中意飲酒食肉，成日嬉笑怒罵，同埋嗰啲青燈古法，淨係識得誦經持戒嘅傳統僧人形象完全唔同。靈隱寺入面其他同門僧眾睇佢當敗類，街市普通人當佢癲，人人都話佢破戒犯齋，離經叛道。但千百年過去，無數嚴格守住戒律，日日坐喺禪院嘅僧人，全部俾歲月沖淡，剩低得呢個破戒癲僧，俾後世尊為羅漢下凡。禪門真聖人，肉身圓寂之後仲唔化。佢嘅禪法流傳到今日，佛門歷代高僧、禪宗祖師全部都好推崇佢。印光大師仲直接講，道濟禪師係擁有大神通嘅聖人，佢表面行為好似違背戒律，其實係最高層次嘅清淨持戒。世間最大嘅認知謬誤，就係用凡夫守戒嘅心態去揣測聖人破戒嘅境界。世人淨係見到表面嘅放縱，睇唔到入面嘅堅守，淨係執着外在形式嘅戒律，忽略咗修行最根本嘅本心。濟公一世表面處處破戒，其實從來冇違背佛法真正道理。好多人一世步步死守規矩，反而困死喺教條入面，執着外表，到最後都唔能夠開悟。本文會穿透千年世俗偏見，妄走演繹故事入面嘅戲劇濾鏡，有佛理本源、戒律本質、聖人同凡人嘅境界差距、人性修行四個層面，深入拆解呢個終極問題。點解唯獨濟公可以合理地打破表面戒律？佢表面嘅放縱究竟係墮落，定係最高層次嘅修行？普通人淨係學佢表面就會墮入魔道，根本原因究竟喺邊度？一、世俗最大嘅誤區，將戒律當成困住靈魂嘅牢籠。要讀懂濟公點解破戒，首先要明白佛門戒律嘅真正意義。世間絕大部分人，包括好多修行大半世嘅僧人，由一開始就誤解咗戒律嘅本質。南宋嗰陣，佛門興旺，但同時亂象叢生，僧團慢慢變得只重形式，充滿功利心。戒律唔再係輔助修行嘅工具，反而變成囤積功德、困住身心、劃分高低階層嘅枷鎖。嗰陣靈隱寺入面，所有僧人朝早誦經，夜晚打坐，嚴格遵守唔飲酒、唔食肉、唔講大話、唔嬉鬧嘅一條條規矩。佢哋衫褲整齊，儀式端莊，舉止得體，睇落好似好清淨冇污染，但內心入面充滿好重嘅分別心、執着心、傲慢心。佢哋死守戒律，唔係為咗壓低貪嗔癡、救度眾生，而係為咗積功德、博名聲，顯得自己修行高人一等。見到濟公飲酒食肉，成日癲癲喪喪，即刻心生鄙視，到處詆毀，仲成日去主持度舉報，聯手排擠佢。淨係執着我守戒，我乾淨，我比你叻呢種念頭，俾形式戒律綁到實一實，卻從來冇修出半分慈悲同通透。呢個就係佛門最大嘅修行誤區，執着戒律，反而變成修行障礙。禪宗核心道理從來冇教人死板死守教條。六祖慧能大師講得好清楚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教。
離西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真正嘅修行，從來唔係離開紅塵，隔絕煙火，唔係刻意壓抑慾望，扮到好清靜，而係身處俗世繁雜，直面自己內心雜念，依然守得住本心，唔會被污染。戒律嘅本源係佛陀專門為凡人整出嚟嘅修行階梯，唔係困住聖人嘅終極枷鎖。凡夫心性浮躁，執念深重，慾望旺盛，好似野性難馴嘅野馬，完全冇自控能力。所以佛陀制定戒律，禁止飲酒食肉，遠離聲色享樂，規範一言一行，本質係為咗護住初心，克制貪慾，避免做落惡業，幫普通人斬斷外面誘惑，一步一步壓低妄念，係初學者嘅護欄。簡單嚟講，戒律係渡人過河嘅船，唔係困住人嘅牢籠，係修行嘅方法，唔係成佛嘅標準。普通人需要戒律約束，係因為普通人有貪、有執着、有愚痴、有慾望。凡人一旦放開戒律，就會放縱本能，沉淪慾望，做好多惡業，喺紅塵執念入面越陷越深。但聖人唔一樣，徹底覺悟嘅人一早斷晒所有煩惱，清空晒執念，收復晒心魔。外面嘅酒肉聲色、榮辱得失，完全擾動唔到佢哋分毫本心。對凡夫嚟講，破戒就等於墮落；對聖人嚟講，放開表面戒律，只係方便救度眾生。呢個就係濟公同普通人最核心嘅境界差距。普通人係被動守戒，驚犯錯，驚承受因果；濟公係主動放下戒律外表，心中無我，一心助人，自在無礙。普通人守戒，為咗成就自己；濟公破戒，為咗成全眾生。靈隱寺滿堂僧人，人人守戒，個個端莊，但日日糾結是非，執着名利，心生妒忌，睇落乾淨，其實內心鋪滿塵埃。濟公一個人破盡表面規矩，周身煙火氣，但心中掛住天下蒼生，冇任何執着，慈悲純粹，睇落放縱，其實內心通透潔淨。為阮長老一句說話點穿真相：禪門廣大，豈不容一顛僧？顛者乃真智也。眾人眼中顛顛喪喪，打破戒律嘅行為，恰恰係剝晒所有偽裝，反本真嘅最高修行。二、深層佛理解構，濟公從來冇破根本戒律，只係唔執着戒律嘅外表。世人單憑表面行為就斷定濟公破戒犯齋，其實只係一葉障目，睇唔到佛法真義。有佛門核心戒律同菩薩戒嘅道理嚟睇，濟公一世打破嘅只係世俗教條嘅假外表，守住嘅先至係佛法本源嘅真義。打破嘅只係外在儀式規矩，終身守住嘅係內心慈悲。佛門戒律分兩層，一層叫聲聞戒，即係普通人熟悉嘅條條框框，唔飲酒，唔食肉，唔講大話，唔嬉鬧，係外在行為規範。另一層叫菩薩戒，核心淨係得8個字：無我利他，饒益有情，係內心修行嘅根本。佛法終極追求，好多修行之人一世死守聲聞戒嘅外在形式，反而完全違背菩薩戒嘅核心真諦。佢哋唔殺生，唔食肉，但見到眾生受苦就冷眼旁觀，遇到世間不平就收埋聲唔出聲，半分悲憫之心，半分助人行動都冇。呢種守戒只係自私地顧住自己，死板嘅形式修行，一啲功德都冇。反而睇濟公，表面好似打破聲聞戒嘅表層規矩，卻一輩子圓滿守住菩薩戒嘅終極核心，做到極致嘅無我助人。瑜伽菩薩戒入面有明確記載，若諸菩薩按住菩薩淨戒律儀，菩薩方便為利他故，於諸聖罪少分現行，有事因緣，於菩薩戒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呢個就係濟公能夠放開表面戒律嘅核心佛理依據。聖人放開外表戒律，唔係為自己私欲，淨係為救度眾生。凡人執着外表戒律，唔係為悟道，
淨係顧住自己利益。我哋逐一拆解世人指責濟公嘅三大破戒罪名，即刻可以睇清千百年嚟巨大嘅認知謬誤。一、飲酒，唔貪味道，唔係為滿足口福，只係方便度化眾生。人人都話濟公中意飲酒，係打破酒戒嘅浪子，但縱觀濟公一世，佢飲酒從來唔係為咗滿足口腹之欲，發洩內心煩悶。佢醉眼睇盡紅塵，借醉態開導世人。酒從來唔係佢嘅慾望，只係佢救度眾生嘅工具。佢成日醉到街頭，嬉笑癲喪，睇落好似沉迷酒惡，放浪形骸，其實係刻意扮成普通人嘅樣，降低世人戒備心。端莊高僧講法，凡人會敬畏；刻意疏遠，好難親近。癲癲喪喪嘅酒僧同普通人閒談，皆是百姓先願意聽，願意交心。佢手中嘅酒係打通紅塵同禪心嘅橋樑，係開導愚痴眾生嘅方便法門。更重要嘅係，濟公一早達到接觸誘惑，佢唔會執着，見到聲色，內心唔起雜念嘅境界，走落肚，唔會留低執念，唔會生出貪痴。普通人飲酒，貪戀酒味，中意醉酒嘅快感，酒醒之後雜念重生，心性浮躁。濟公飲酒，隨心隨緣，唔會貪戀，醉入面看透世間虛妄，反而清晰見到自己本心。印光大師曾經精準點評，普通人飲酒亂心性，生貪心，做惡業；濟公飲酒安定心神，觀照本心，救度世人。凡夫飲酒只會沉淪，聖人飲酒反而解脫。同一杯酒，境界天差地別，承受嘅因果完全唔一樣。二、食慾，唔貪慾食之美，超度眾生靈性，成全善緣。濟公最受人爭議嘅行為就係食肉，尤其中意食狗肉，好多人指責佢係佛門敗類破戒，但世人唔知濟公食肉入面藏住無上慈悲，係凡夫永遠到唔到嘅修行境界。首先，濟公食肉從來唔會親手殺生，佢一世淨係食其他人已經宰殺煮好嘅肉食，從來唔主動傷害任何生靈。佛門戒殺嘅核心係戒除想殺生嘅狠心，害生命嘅惡念。貪食肉嘅慾望唔係絕對唔可以接觸肉食本身，唔製造殺生嘅業，唔生出害命嘅心念，就等於守住殺戒嘅本心。其次，濟公食肉嘅本質係用自己肉身超度畜生嘅神識。民間流傳最廣嘅一段公案，足以證明佢嘅境界。有人送兩隻熟鴿俾濟公，旁人以為佢貪口福，隨便食肉，點知濟公當眾將食落肚嘅白鴿吐出，兩隻白鴿羽翼完好，活生生飛走，唯獨少咗下人偷偷食咗嘅一小塊鴿翼。呢個唔係簡單嘅幻術神通，入面藏住深層禪理。普通人食肉，淨係吞噬血肉，累積輪迴業債，同動物結下冤仇。聖人心中冇分別，食肉係化解動物嘅執念，超度佢哋神識，幫佢哋脫離畜生道嘅苦難。對於俾人宰殺嘅動物嚟講，俾普通人食，只會繼續承受輪迴業力，不斷沉淪苦海。俾得到聖人食，雖然肉身消失，但神識可以借助聖人清淨嘅禪力解脫，往生淨土。濟公食肉唔係放縱口腹之欲，而係慈悲救度畜生。佢用自己清淨禪心化解肉食帶嚟嘅血腥業力，成全眾生善緣。呢種境界，普通人肉眼凡胎永遠睇唔透，只會膚淺指責佢破戒犯齋。仲有一個值得深思嘅細節，濟公淨係中意食狗肉，好少食豬羊等家畜。南宋佛門嘅開元戒律入面，對唔同肉食有明確區分。豬羊係日常祭祀，俾人食用嘅牲畜，多數人食佢哋都係貪口肉，而狗自古看家護主，心性中意，好多人隨意遺棄虐待。濟公專登食狗肉，其實係特意超度呢啲中意生靈，悲憫佢哋悲慘遭遇，係精準嘅慈悲度化。三、混跡紅塵，舉止癲喪，
唔執着外表莊嚴，真心深入民間救度眾生。世人指責濟公唔守僧人儀態，成日嬉鬧出入市井，唔循禮法，話佢失咗僧人應有嘅莊嚴，打破佛門威儀。但真正嘅佛門威儀，從來唔係整齊嘅袈裟、端莊嘅動作、死板嘅儀態，而係內心清淨、言行慈悲、處世通透。濟公混喺市井，遊走紅塵，出入酒鋪屠戶，來往大街小巷，睇落好似墮入紅塵，其實係深入眾生當中，順應唔同人嘅情況，開導教化。南宋嗰陣好多高僧，淨係留喺深山古寺，坐喺莊嚴法台，淨係為權貴講法，為富人祈福，高高在上，脫離普通百姓，從來冇真正見到底層人民嘅苦難，市井眾生嘅愚痴。唯獨濟公除低莊嚴袈裟嘅偽裝，放低高僧嘅身段，化身街市癲僧，扎根人間煙火，百姓嘅冤屈，市井入面嘅苦難，世間嘅不公，凡人嘅執念，佢全部睇喺眼，記喺心，付諸行動。佢嬉笑怒罵之間懲惡揚善，癲喪戲謔入面點醒愚笨之人，隨性灑脫當中化解各種恩怨。佢唔執着外在儀態，係因為唔需要偽裝，唔循世俗禮法，係因為本心自在。佢睇落癲癲喪喪，放浪不羈，其實一舉一動都係禪，一言一行都守住戒律本心。三、最關鍵核心，濟公只放開可變通嘅外表戒律，死守修行絕對底線。世人誤解濟公最大嘅漏洞，就係淨係見到佢打破嘅表層戒律，從來冇留意佢一輩子死死守住嘅絕對底線。真正嘅修行聖人可以順應因緣放開外表規矩，但絕對唔會隨便突破底線，用方便方法救度眾生，永遠唔會越過分界。濟公所謂嘅破戒，係高度自律、極度清醒嘅選擇性示現，絕對唔係毫無底線嘅放縱墮落。佛門戒律分兩大類，一類叫遮戒，即係外在規範、臨時設立嘅規矩，專門針對凡人慾望而設，可以順應因緣靈活變通。另一類叫聖戒，即係根本大戒，修行底線，係佛法根基，無論任何境界、任何情況都絕對唔可以打破。酒、肉、外在儀態，全部都係遮戒，係佛陀為咗約束凡人、防範慾望設立嘅外在規矩。聖人心中冇任何執着同慾望，自然可以順應因緣放開，靈活變通，而唔邪淫、唔妄語、唔殺生、唔偷盜四大根本聖戒，係佛法修行嘅終極底線。濟公一輩子嚴格守住，半分都唔會觸犯。呢個亦都係區分聖人放開外表戒律同凡人放縱墮落嘅核心標準。縱觀濟公一世，佢出入清流酒肆，偶爾留宿風月場所，但始終身心清淨，一啲雜念都唔生，嚴格守住唔邪淫呢條根本大戒。道濟禪師語錄詳細記咗一段公案：濟公深夜趕路，揾唔到地方留宿，朋友帶佢入清流暫住。清流女子主動親近，百般引誘，旁人以為佢一定會破戒沉淪，點知濟公始終心如止水，端坐不動。到第二日天光靜靜離開，留低詩句表明心志：暫假夫妻一宿眠，禪心淫欲不相連。紅塵美色，溫柔喊正，係好多修行者跨唔過嘅關口。唔少高僧名士都毀喺情欲執念之上。但濟公身處極致誘惑嘅環境，禪心硬如鋼鐵，一啲污染都唔會沾上。佢一世唔欺騙人，唔講虛假說話，嬉笑戲謔，全部都係點化世人嘅智慧。隨口講出嘅說話，全部發自真心。一世唔偷唔搶，唔貪財物，收到嘅香火錢，其他人送嘅禮物，全部施捨俾窮苦人，身上從來冇多餘財物。一世唔殺生，唔製造惡業，就算細小嘅螻蟻都會盡心呵護，淨係用慈悲心救度眾生。世人淨係學濟公放開遮戒嘅灑脫，
唔學制東死守聖戒嘅堅守，淨係模仿佢放狼形骸嘅外表，唔踐行佢無我助人嘅本心，淨係學皮毛，唔學內喎，淨係貪圖自在，唔守住底線。呢個就係普通人學濟公必定墮入魔道嘅根本原因。濟公嘅修行，外表扮成癲癲喪喪，打破表面規矩，內心卻極致清淨，絲毫不亂。佢放開外表戒律，係有大智慧、有底線、有慈悲、有擔當嘅最高修行。普通人所謂嘅放縱，係冇自律、冇敬畏，本心歪斜，毫無底線嘅本能沉淪。4. 千年深刻反思，點解普通人學濟公一定會墮入魔道？濟公留低嘅酒肉穿腸過，佛祖心中流傳千年，誤導無數世人。好多人攞呢句說話做借口，放縱慾望，突破底線，為所欲為，話自己心中有佛，唔使拘泥外在形式。但千百年嚟，從來冇一個人學濟公修成正果，反而無數人因此墮落沉淪，承受惡業。問題從來唔係結語本身，而係聖人同凡人境界嘅巨大差距。世人睇唔透三大核心分別：一、境界差距，聖人心中無欲，先放開戒律；凡夫心中有欲，先放縱自己。濟公飲酒食肉，出入紅塵，有一個大前提，佢心中唔貪戀酒，唔貪戀肉，唔貪戀紅塵一切。佢一早斬斷所有欲望，清空晒貪真。外面所有聲色享樂，對佢嚟講全部都係虛幻假象。轉眼即逝，佢食肉，唔貪肉嘅鮮美；佢飲酒，唔貪醉酒嘅快感；佢入世，唔會迷戀紅塵繁華。佢所有睇落打破戒律嘅行為，從來冇我想要、我貪戀、我想享受嘅私心執念，只係順應因緣示現，方便救度眾生。普通人恰恰相反，成日把佛祖心中留掛喺口，內心裝滿慾望、執念、貪求。學濟公食肉係貪欲食好味，學濟公飲酒係中意醉酒嘅痛快，學濟公隨性只係想逃避規矩，放縱自己。同樣嘅行為，心中冇執着就係聖人解脫，心中有貪戀就係凡夫墮落。動作可以模仿，但境界複製唔到；外表可以偽裝，但本心唔能夠作假。獅子可以縱身跳過萬丈懸崖，平安無事；兔子盲目模仿，只會粉身碎骨。聖人嘅自在灑脫，係經過千錘百煉，徹底覺悟之後自然生出嘅境界。凡人隨意放縱，只係冇修行，俾慾望操控嘅本能沉淪。2. 發心差距，聖人放開戒律係為咗人，凡夫放縱自己係為私利。濟公所有睇落打破戒律嘅行為，出發點從來唔係為咗自己享受，而係心中無我，一心普度眾生。佢扮癲係為咗放低身段，開導身份卑微嘅普通人。佢飲酒係為咗打破世人死板嘅執念，喚醒內心愚癡。佢食肉係為咗超度動物神識，成全眾生善緣。佢遊走紅塵，打抱不平，係為咗伸張正義，救濟窮人，化解世間苦難。佢一世清貧，身無長物，冇錢冇權，冇屋冇產業，得到嘅一切全部施捨俾眾生，一世都為其他人活，為眾生修行。佢所有放縱嘅外表，都係為咗更好救度世人，打破世俗偏見，喚醒迷失本心。反而普通人模仿濟公放開戒律，出發點全部都係自私自利，貪圖享樂，唔想守規矩，就話自己唔拘小節，唔想克制慾望，就話隨心自在，唔想修身自律，就話心中有佛。睇落好似通透灑脫，其實只係懶惰放縱；睇落好似看破紅塵，其實淨係逃避修行。一開始嘅心念歪咗，成件事全部都錯，初心一邪惡，所有修行方法都會變成歪道。同樣行為，出發點助人就係功德，出發點利己就係罪業。呢個係凡同聖最根本嘅分界線。3. 能力差距，
聖人能夠承擔轉化所有因果，凡夫冇能力化解業障。修行嘅核心本質係承擔因果，化解業力。濟公之所以敢放開外表戒律，能夠放開外表戒律，最大底氣在於佢擁有圓滿嘅智慧、清淨嘅本心、無大嘅慈悲願力，完全可以承擔化解所有放開外表戒律帶嚟嘅因果業力。佢食煮熟嘅肉食，可以超度生靈，化解血腥業力。佢飲酒，定力穩固，唔會生出亂性嘅過錯。佢唔執着外表儀態，可以借自身行為講法，喚醒世人迷夢。佢每一次睇落打破戒律嘅行為，都可以轉化成救度眾生嘅功德。利人亦都唔會有過錯。普通人冇半點修行定力，冇通透智慧，冇無我助人嘅願力，盲目放開戒律，只能夠無力承受因果，不斷製造惡業。普通人食肉同殺生結下冤仇，累積輪迴業債。普通人飲酒擾亂心性，滋生貪嗔癡各種雜念。普通人打破規矩，放縱私欲，沉淪紅塵苦海。聖人放開外表戒律，係將惡業轉化為功德，將障礙化成渡人因緣。凡夫隨意放縱，係捨棄善念製造惡行，累積業力變成修行障礙。冇承載高深境界嘅能力，冇化解因果嘅智慧，冇無我助人嘅初心，盲目模仿聖人嘅灑脫，最終只會墮入魔道，自食惡果。5. 跨越千年終極修行啟示，真正嘅通透，守住本心而唔執着外表形式。濟公嘅一世係一場跨越千年嘅修行試驗，佢用顛顛喪喪嘅外表打破戒律嘅表象，撕開世間修行最大嘅虛偽同虛幻，留低俾世人最清醒、最深刻嘅人生啟示。真正嘅修行從來唔係活成死板嘅規矩，而係活成通透嘅本心。世間太多人一世困喺外表形式入面，執着表面嘢，將守規矩，做表面功夫，扮端莊清淨當成修行。對外嚴格要求其他人，對自己處處寬鬆。對外強求禮法外表，對內放縱內心執念，睇落嚴謹自律，其實內心充滿虛偽，執念深重。真正嘅持戒，從來唔係壓抑欲望，扮到好清靜，死板死守教條，而係明明清楚世間所有誘惑，依然守得住本心，深深看透人性所有弱點，依然克制貪嗔，身處紅塵繁雜煙火，依然心懷慈悲，內心坦蕩純粹。規矩係俾凡人嘅護欄，本心先至係聖人嘅修行道場。層次越低嘅人，越執着外在形式，條條框框，表面體面；層次越高嘅修行，越堅守內在本心，慈悲底色，開闊格局。濟公一世打破晒世俗死板教條，卻守住晒世間至善嘅本心。佢唔執着袈裟嘅莊嚴外表，卻時刻掛住天下蒼生嘅苦難；唔執着日日誦經打坐，卻一舉一動都踐行禪道；唔執着表面清規戒律，卻一輩子內心清淨一塵不染。反觀世間普通人，多數人一輩子死守世俗規則、人情禮法，虛偽體面，睇落步步合規，處處得體，其實心中滿係算計，滿身執念，滿眼貪求，從來冇真正修身自律，善待他人，通透本心。呢個就係濟公修行嘅終極真相。凡夫執着戒律，係困住自己；聖人放開外表戒律，係解脫眾生。凡夫守住嘅只係外表，聖人守住嘅係內心。凡夫追求嘅係表面功德，聖人踐行嘅係內在慈悲。6. 結語：讀懂濟公，先至讀懂真正嘅人生修行。千百年嚟，世人笑濟公癲，笑佢破戒，笑佢墮落，殊不知係世人太過愚癡，太過執着，太過膚淺。呢個着爛鞋、戴藍帽、披污糟僧袍嘅癲和尚，睇落混跡紅塵，放浪不羈，其實係活喺人間嘅真羅漢、真菩薩。佢用一身癲喪嘅外表，遮蓋無上修行智慧，
用一時打破外表戒律嘅表象，圓滿一世慈悲善行。佢話俾世人知，真正嘅自由唔係隨意放縱慾望，而係徹底修復自己內心。真正嘅清淨唔係遠離紅塵煙火，而係身處喧囂卻唔會被污染。真正嘅修行唔係死板死守規矩，而係時刻心懷助人嘅慈悲。酒肉穿腸過，係聖人心中無執着嘅通透。佛祖心中留，係修行一輩子嘅根基。世人若學我，如同進魔道，係對所有浮躁、虛偽、盲目模仿之人嘅終極警醒。凡人未清空心中執念，唔可以隨便放開戒律；凡人未斬斷自身慾望，唔可以隨便學佢自在隨性。我哋一輩子嘅修行，唔使刻意模仿佢嘅灑脫，唔使盲目打破規矩，唔使故作通透豁達。最踏實嘅修行係守得住底線，控制得住慾望，穩定得住本心，心中長存慈悲。先學濟公無我助人嘅初心，再去體會佢隨性灑脫嘅境界。先守住修行嘅根本底線，再參悟世間自在通透嘅道理。讀懂濟公，就等於讀懂修行真正嘅真諦。戒律有變通嘅尺度，本心冇邊界。外表形式可以放開，慈悲之心永遠唔會消失。外表顛顛喪喪，靈魂潔淨無瑕，睇落離經叛道，其實行緊圓滿正道。